真感谢主，互我会当代表台南市堂医来到咱中间来请安报告，也互咱对行医的关心有会当直接来代表咱大家说多谢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甲对上帝的话语中间来三角勉励，咱先大家来祈祷。万关连主上帝也好，我上帝，我感谢你，你的话语。伫世代真多阮的真理调教，伫你的圣所，阮敬拜你，将你的话语搁一遍刻掉伫阮的心中，真做阮生活的准绳，甲行大中间的刻铭中，互阮伫阮的人生搁一遍来调教你的时，搁一遍将主你的话语，真做阮日常生活中间的刻铭起来引带阮。阮将这个会讲做话语，所有讲出来的拢献上互你，祝你亲身甲阮讲话，安尼我上可以说起来姓名，安尼。咱伫今仔日所对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节，咱来看见讲，则伫讲，因为恁家己详细知主的日。亲像贼好未来，人当得讲平安稳当的时，在忽然到伫因，亲像生囝的艰苦，到伫有生命的婚姻之间。我有伫位就是伫路加福音的21章，伫遮有讲，拄有遮个代志，恁着爱挺身起来，因为主的日今仔，因为恁社会的日今仔。这个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的批信，是因为伊伫罗马帝国这个马其顿省的首都帖撒罗尼迦这个位传道，伊无偌久，伊就伫压迫的面，伊爱离开，伊亲像是一个甲受压迫的囝儿分开的迄个父母一样的心，对因有一个咱亲像无正在照顾。这个看心对这个教会的看心，所以伊当伊来到伫哥林多的所在，听到提摩太带一个批信来报好消息，伊就随时写批，互这个撒罗尼迦的教会来鼓励因，也教导因，也特别伫这个对主的日特别来，有甲因这信徒提醒警醒。我对台南来，我想咱大家拢知影，拄我伫2月7日有大地震的代志，互咱台湾嘛是做伙同款关心伫台南即个所倒坏的即个回管道。这栋大楼本地是遮尔啊悬，17楼的一个起建筑物，拢是当伊倒坏的时阵变做平地。大受大家惊吓，讲一个倒坏的维管大楼，所有百外的生命伫安尼中间来失踪。伫这20世纪到即嘛，咱真正看见有真侪的在的，咱来看讲，这是迄个伫西非伊波拉的病毒。我想咱嘛有听过，应该讲是世纪伫即个末期以来，差不多一直1976年就发现即个病例伫迄个萨伊共和国，伊是一个真冷、真凶冷的一个传染病——伊波拉病毒。即个病毒伊是一种是像纤维科纤维病毒的病毒科。伊的病毒的迄个物件看做即个型这个病毒伊算是人畜共通的一种病毒，伊会造成上界大嘛是会死亡，咱来看，连蚊嘛咧作怪，咱最近嘛知影讲有这个兹卡病毒所造成的嘛是会死亡，咱看见侪佫有惊吓的代志，咱所
常常咧听到 ISIS， 就是一个伊斯兰国，才会造成带来真侪伫迄个周围所有的国家，嘛造成足侪的难民。这个 ISIS 带来的恐怖是一直在蔓延。咱较早，咱知影讲，咱对我咧要讲，在的迄种不良甲临到，咱看到高雄迄个气爆的事件，规个城市一个区域拢总变做那像废墟去。是讲，咱对咱了解的日本，所有咱看见伫这个311大地震所造成的海啸，规个城市那像一个海啸街，伫这种咱看见讲，最的灾的来临，互咱感觉真忽然间，咱袂当料想着，所以咱来看伫。目前特别到这个议题来讲，咱看见足侪的迄个记号伫甲咱伫警醒，甲咱伫提醒。有饥荒，有地动，还是瘟疫。伫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7节遐都有，第7节第8节遐耶稣有讲，因为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国要攻击国，侪的所在要有饥荒、地动，佮讲。这个拢是苦痛的开始，都是灾难的。和合本圣经是讲是灾难的起头。佮看讲血月诶，所有的迄个记号，就是咱看有几啊摆有血月，就是讲月亮伊会当红变做亲像火的色。伫启示录内底就有讲到。我看伊开第6个印仔时，地大震动，日变乌，亲像乌毛乌布；月规个亲像火。伫用意书第2章第31节遐就写讲，满月变红，亲像火。你讲这日头变做乌暗，月也要变做火。讲这个代志是伫耶和华大佮空惊的日。未到的大声，都会有这个代志。迄个耶和华大个通惊的代志，迄个日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和合本的圣经写大而可畏的日子，迄个是耶和华上帝特别来审判的迄个日，要来的大声耶稣要搁来的大声，就这个代志会一直愈晚愈来愈晚。咱来看讲。伫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伫迄年就有血月的产生。佮有一个就是伫1976年，1967年，以色列因为用足少的人数甲四周围的国家甲因征战埃及叙利亚遮有一个6日战争，迄拢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咱来看2014年、2015年连续2年，前后2年，拢是伫4月甲9月4月就是因以色列的大过节9月就是因的大饼仔节，就是祝棚节。这2个时间拢迄个月亮拢变红的，所以伫这个。就连续咱4个已经足晚近的，就是有这个血月的记号。所以咱来看，什么时阵会发生这个代志？就是什么时阵咱来看，伫马太福音24章的所在讲，恁对无花果树会用出枝仁，当伊会枝软伫发叶的时阵，你就知影。夏天近啊，所以当你看到树枝在布影的时阵，你知影夏天要到。用对安尼，你看这拢种的代志，若发生，你就知事已经近啊，已经到门口啊。耶稣的脚步已经到门口。伊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
决断伫还未过去的大生写的代志，拢要成。那个中文的圣经，就是从无花果树学比方。耶稣讲，这是耶稣伊讲的话，耶稣伊讲的话，搁较爱更新互咱来提醒，讲这个世代还未过去的大生，这代志拢得要成。天地要废无，总是我的话拢袂废去。搁有就是耶稣御驾亲征。咱讲耶稣御驾亲征，我最近开始有看一寡册，感觉愈来愈感觉，咱若讲起来对咱基督徒，还是讲咱伫咱的信仰的环境内底，咱要传福音，检查也阁算较简单。总是若要对回教徒来传福音，敢有可能？真歹传。我知影伫马来西亚，阮有去过遐底访问，因就咧讲，你袂使去对马来西亚的人来传耶稣的福音，讲这是禁忌。所以回教徒的环境无可能，你会当真简单来改变伊的信仰。就是有一本册，就是我手中这本册《走出回教》。这本《走出回教》，伊是一本，就是一个前，伊的先生是前的，因为迄个内政部长，这个内政部长的夫人，伊经历耶稣对伊亲身显现迄种感受，互伊感受到什么奇怪的感觉，然后伊才开始对伊有可兰经在读，然后伊佫感觉我是毋是爱来了解圣经，伊用足安尼特别的方式去摕到圣经，然后伊开始读圣经，上帝的话上帝对伊讲话安尼，所以耶稣亲身来引带伊，互伊伊到1977年过身啦吼，伊差不多伊安尼才走出了这本册是1977，应该是我想要是写讲一年，这本册出版的时阵来在迄个纪念伊，就是讲足多的迄个记号开始一直在甲咱提醒，连即马耶稣嘛亲身伫敢若像御驾亲征，伫回教的世界有一寡其他的册有写讲，差不多有70%。回教的世界，因是直接有耶稣的启示，互因感受到，然后因转转因的心来信主。所以咱看见伫启示录的所咧讲的迄7间的教会，若咱看讲，咱拢常常对7间的教会来去详细了解，伊对伊弗所教会，然后苏米纳教会，贝加摩教会、撒狄推拉，然后到菲律宾，再讲老底加，这7间的教会有区域大概伫这个所在，大概整个都是伫地中海、爱琴海的附近，但是这内底。只有我今仔日用这个菲律宾这间教会第3章启示录第3章，才咧讲这间教会。佫有一间是苏米纳教会，苏米纳甲菲律宾这2间教会，上帝的神，借着约翰写的批内底在启示，只有这2间教会，上帝有恶乐，无责备。其他的教会拢是有恶乐，佫有责备，只有上老尾这个老底加的教会拢无恶乐，只有责备。咱拢知影，就是这间老底加教会无量无少。但我看见伊7间教会，每一间教会写伊的特质。咱看伊，这有一张，小看一张，足无是啥物，就是咧，这张图伊是有甲7间教会所有得到恶乐的话是啥物佫有伊的受责备的话是啥物，安尼有小可一个表啦只有2间无受到责备，然后咱来看讲是安怎讲，
这7间教会，你若家己详细伫启示录来家己读，对第2章开始，你来了解这7间教会的情况，伊所受恶扰，然后佮有伊的责备，然后后壁都会讲一句话，讲得胜的会安怎安尼？所以咱若拄讲，咱若来详细看，伫以弗所教会，伊就是讲，伊是丢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讲迄个得胜的，我要将上帝，要将上帝的龙园、天国的龙园，中间迄个活命树，迄个果子，要收束互伊。这是对以弗所的教会所讲，讲那迄个得胜的会安怎呢？会得到这个果子，对属于那教会，伊只有恶了，无责备，就讲伊是因为伊到尾忠心，伊坚固伊的心，伊忠心到尾，所以会得到迄个活命的免流。讲迄个得胜的，都无可有受到第2礼拜的死。像安尼，每一间教会拢有一个恶了，有一个讲得胜的人会安怎安尼？伫第3章这个腓立比会的教会，伊就是讲，伊是会亲像一个大上帝的殿院内底迄个得胜的但是讲迄个得胜的会亲像迄个条，所以你看伊迄个腓立比会的教会，伊的伫迄个腓立比会伊所留落来迄个遗址，伊真正就像大条，伊所留落来迄个遗址，都是像安尼大条。所以伫腓立比会的教会上尾会得到的恶了，讲迄个得胜的，我要叫伊，要互伊伫我上帝的殿的中间最条、最大条，伊就无要搁对遐出去，就不离开无就是伫迄个城内，无要离开迄个城，袂离开迄个城。所以上帝的神是按正教会所在讲的话，每一间教会拢有无共款迄个得胜的特质，会得到恶了是啥物？咱看见上帝要提醒咱，伫咱这个末日时间要到的时阵，咱要安怎样会当伫上帝所交付互咱的，咱会当照安尼过来去警醒，然后佫会当将上帝所交付互咱的，咱会当佫去甲伊真正，然后佫甲伊探得倒来。亲像讲，上帝是毋是有互你交付你1000，还是2000，还是5000？会当对安尼的中间，上帝所交付互你的，你当佫去甲伊探倒来，互主而乐你是一个好佫简单的路。所以，咱咧讲，这个末日的时，你看这个代志一项一项的愈活的发现，愈活一直在产生出现，所互你的就是一个境界的记号。所以伫这个代志也未到的代志，拄有这个代志，咱爱安那爱挺身起来，爱昂首中文的圣经写下讲爱昂首、挺身昂首，所以爱亲像大条，真做迄个得胜的。所以咱看讲，要真做一个得胜的条件有啥物？我感觉，佮家对圣经来去家查考的时阵，真正了解到，亲像迄个10个童女10个童女，因要带神竞赛。拢要去听候神竞赛，咱拢知影，迄个神竞赛就是咱所要听候的主耶稣。有5个聪明的会搁准备油，有5个无准备油。伫安尼中间所在讲，迄个10个童女，因咧听候，因所无准备迄5个，因就会全袂赴因为已经无油，伊爱搁另外搁走去准备油，当伊走去离开要搁去买油。神竞赛已经到，伊就袂赴，然后做伙入去迄个宴席。刚才我咧讲，不管你受到1000、2000、5000，亲像这个对咱应该是拢是咧对基督徒的要求，毋是对迄个也未信的。所以是咱基督徒，咱的伫上帝面前，主特别甲咱
来要求讲，你是毋是亲像迄个10个童女内底，迄个5个聪明的，你有已经比半边无安尼？啊，伫迄个按才干受引内底，你是毋是照你所有诶托付，啊，你有搁安尼去做好诶努力无？所以咱来看讲，伫这个启示录第3章遮，所要甲咱讲的，咱来搁一遍来去警醒。伫第3章的11节吼，第10节开始，就讲，因为你已经收我吞忍的道理，我也要收你，吼，要保守你，脱离迄个试炼的事。所以，咱若有伫上帝的面前，亲像这个为了特别的教会，安尼坚心来忍受、来吞忍，就上帝嘛会保守咱。伫迄个试炼来的时阵，会当保守咱，吼，啊，要伫这个试炼的中间，互咱会当徛起伫地上其他人，吼，会当来试炼拢总徛起伫地上的人，佮讲就安尼中间，要互咱迄个免流是别人所袂当抢去的。咱看见会当真做伫上帝圣殿的条啊，实在是这是一个真正呢勇敢的代志吼。所以咱伫咱的教会，咱诚做教会所有的教会界内底，会当诚做大条当战其他较弱小的教会也好，咱看见这7间教会是遮尔啊安尼。互咱一间一间拢会当诚做咱的警醒，让咱伫安尼中间来三甲勉励，来三甲诚做伫即个末世的日要到的时，已经主的骹步近啊，咱会当伫安尼中间搁较来忍受所有伫咱生活中拄到的代志，也伫安尼中间来警醒，来诚做会当互主所学乐的家人。那我今仔日代表咱神来伫学院，会当伫遮嘛甲咱说多谢，因为咱教会真正是一个大条。伫台南新学院，咱过去1年对学院的关心，咱伫咱的即个你手中的即个周报所业的学校的即个通信，后壁遐有各教会的奉献表啊，拢有列出来。啊，我看见咱教会去年有3-4万6,500的奉献，对于台南新学院，伫遮甲咱说多谢，因足大的对学校的支持，所以伫遮也要安尼来代表学校来甲咱说多谢。学校现主席伫王宗尧牧师院长做院长中间来带领，非常用心来带领学校所有。做已经伫139年顶尾吼，伊对学院来讲是1876年是学校迄个讲创立的开始，这是正经讲起来学院是伫搁较进前1869就已经就开始迄个传教者迄个养成班的开始，所以咱若要开课起来，学院应该是搁较早进前吼，就拢对遮巴基的牧师对学院真侪的迄个投入，甚至伊将伊的规个性命60年久拢伫台湾。伊即马目前迄个纪念伊有一个献身的文吼，伊当年对伊16岁开始签的献身文，已经来伫学院。阮即马甲伊保存伫奇美的博物馆。以后阮即马得要有去即个。黄宗辉牧师的纪念图书馆，差不多爱1亿2千万。这个图书馆和总会的历史档案馆做伙，要伫阮学校的图书馆的后壁遐做伙一个地下位，要起这个新的纪念图书馆。因为黄宗辉牧师对台湾有这个本土化的神学的推展，对台湾是嘛真有贡献，所以阮伫这个图书馆要纪念伊整个需要对学院建设也好维护也好，阮有足侪需要往头前搁继续跑走需要咱教会搁继续来支持，诚侪学院的有伙伴伙伴教会嘛好，是伙伴的个人所以我即马下面请迄个有一个短短的一个院长请安的这个
广播的播放的档，来做伙听看一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对1865年对中国的宣教师来的，到今已经150年。这个所在是一个暑假的这个花园，所以咱伫新学院内底有看到比新学院历史搁较久的树啊，比如讲有迄个鸡蛋花，有300年的樟树，甲几啊百年的这个树木。了后伫1876年就创立这个叫做府城大学，就是咱即摆的台南新学院。1876年，巴基的牧师来的时，咱的教会伫南部发展已经足侪间啊，所以欠传教者，所以这个新学的这个教育，还是训练传教者的所在，就变作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台南新学院创立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台湾教会的这个牧师。战后，咱的这个新学教育为着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变迁，所以咱有开始有这个教会音乐帮助教会的礼拜，了有这个教会的社会工作就是帮助教会伫社区的工作，会当来服务这个社区的百姓。所以今仔新学院有3个真重要的科系，就是新学的将来要变做做牧师，了有教会音乐，会当帮助教会的礼拜。或者个礼拜会当真顺序，会当照咱个教会传统伫读圣经，伫这个音乐的这个服侍，当然了咱有对外的这个服务，所以社会工作嘛变作非常的重要。所以这3个科变作这个台南新学的新学教育的一个真重要的这个价值。咱这个土地是1874年买。所以会当讲是台湾教会上早的一块土地，所以咱就有咧努力要甲伊经营做台湾教会发源地。因为咱若去外国参观人的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这个国家，因拢有这个发源地的所在。所以咱毋通甲大府城甲这个台湾新学院甲伊经营做台湾教会发源地。尤其安尼，咱开始咧思考讲要安怎甲校园甲伊做一个较有迄个地位的这个整建。互这个校园会变做真温馨，会吸引人来参观。阮是期待这个台南新学院会当亲像迄个吴宗义牧师的理想，甲伊建立成做一个真水的这个新竹剑桥的这个校园，就是建筑物、草皮甲人文的这个素养这也是对大溪路到余江辉到近代这个台南新学院培养。台湾教会传教者、教会音乐甲社会工作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所在。其实行业的建筑拢非常有意义这个学生住伫宿舍因7点半去食早饭，了后边就是礼拜堂所以8点就要来做礼拜礼拜了后礼拜堂的边就是教室所以伊就要去教室上课了后。经过这个长廊，伊会当去图书馆读册。伊咱所住的是一条12街的路，毋人会当亲像整个教会精神一世人因跟上帝来利益人群。我也期待有较济的青年会当家培养，互台湾一个更较好的未来。今仔真感谢你。我就会看到这两节因是我成员们，因来共对来到这个行业学习，我们看到新学院的务农，你经过咱的成绩，我们每一个人会当动力台湾这个所在来共对你，来引导你的信仰。真感谢。愿咱的平安，上帝想赐互咱有平安，也互咱对教会学校的关心，
会当个做伙共同来去做，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新学院，一直来传承，上帝所呼召的工人，会当伫这个学院来受造就，伫遐个继续会当行出来，来为着教会来服侍。咱三个来祈祷。我愿能也好祝上帝，阮真正感谢你。